咁呢度咧都想同各位老師咧去分享一個點樣將混合式學習短片結合 KWLD 混合式學習，去令到咧成個課堂咧可以有人工智能嘅元素啦，同時咧亦都可以促進到學生嘅自學嘅。個嘅教學設計咧係可以用喺唔同科嘅混合式學習上面，而我哋今次攞咗4年級嘅數學科作為一個例子，去教授長方形同正方形嘅面積。喺課前，學生咧會透過自學短片學識到長方形嘅面積公式，同埋應用去到正方形嘅面積上面。而去到課堂啦，我哋希望咧透過分享同討論，學生可以運用長方形同埋正方形嘅面積公式去進行一啲進深嘅應用題，去進行進深解難嘅部分。我哋嘅教學短片入邊呢，好大部分嘅圖片都係透過 AI 去生成，可以有唔同嘅畫風啦。咁譬如個男主角同女主角呢，佢哋着一啲農夫嘅衫，其實都係透過簡單嘅描述，將文字變成圖片，甚至乎背景其實都可以輕鬆咁樣用幾秒鐘就生成到㗎啦。今日又嚟到我哋混合式學堂。喺片段入邊嘅人物呢，我哋都係透過 AI 去將文字變成語音。咁我老師亦都可以選擇去自己錄音啦，或者呢去揀選返你想要嘅聲音。咁無論係唔同嘅語言，包括有廣東話、普通話，亦都可以教唔同男仔聲、女仔聲，咁令到老師呢可以更加方便去製作自己嘅教學短片。跟住咧就到剪接我哋嘅教學短片啦。以前需要好勁嘅電腦咧先至可以做到，咁而家咧喺線上嘅平台其實已經齊晒我哋需要嘅資料庫啦、素材包啦，同時間上字幕啊，去做唔同嘅特效、聲效，其實都係好簡單就可以網上做到啦。Quizizz 咧係好多老師都用嘅教學平台，咁而佢入邊咧有啲新嘅 AI 功能係可以用到喺我哋嘅教學上面，例如佢可以去生成一啲嘅題目，咁我哋首先輸入一啲嘅例子，然後咧佢可以透過我哋嘅例子去生成題目，咁而同時間我哋都可以透過 AI 去加入一啲情景，例如應用題好多時候咧都需要一個生活化嘅情景去包裝。咁呢個時候咧，都可以透過 AI 去生成一啲情景。第三啦，好多時我哋要照顧學習差異咧，都需要俾一啲嘅答案解釋佢哋。咁而 Quizizz 就可以透過 AI 去生成一啲答案嘅解釋，去照顧翻個別嘅教學差異。同時間我哋發覺呢個功能咧，都可以用喺其他科。例如常識科成日會做嘅剪報啦，或者中英文會做一啲閱讀文章，佢都可以透過 AI 咧去將文章入邊揾出一啲嘅問題去提問學生。咁呢個我哋都覺得係非常之有用嘅。學生喺屋企睇咗翻轉影片之後咧，會先完成 Quizizz 嘅練習，而老師咧就可以透過 Quizizz 嘅 report 咧去睇下有啲咩題目相對地係較多同學做錯啦，從而咧喺課堂一開始嘅時候咧先同學生訂正。而 Quizizz 嘅 report 咧，亦都可以俾老師睇到邊個學生咧需要更加多嘅支援，從而咧去協助照顧班裏面嘅學習差異。而喺課堂教學部分，我哋好注重3多嘅課堂嘅，即係多思考、多討論同埋多分享。透過翻轉影片節省嘅課時咧，教師可以善用嚟進行進深教學。喺呢一節課堂上面，老師咧預先準備咗幾道關於面積嘅高階應用題。學生首先需要自己思考解題方式，然後會有時間進行2人甚至係4人一組嘅討論。最後學生咧就將討論嘅成果咧同全班同學分享。呢一節課堂咧係由學生主導，亦都提供咗更加多嘅機會咧俾學生去運用數學語言說數。為咗等學與評咧互相緊扣，我哋咧課後咧都有啲跟進練習，去作為學習嘅評估，即係 assessment as learning 啦。我哋咧會提供一啲回饋嘅練習，希望學生咧可以自我評估學習成效。喺 Quizizz 呢個電子平台上面咧，支援開放式嘅問答，亦都支援錄音同錄影嘅作答方式。所以咧，我哋今次嘅課堂設計上面啦，學生喺課堂上面學咗一啲解題嘅方式之後咧，老師咧先喺 Quizizz 上面咧就預先設立咗2條同課堂上面相關嘅應用題，學生就透過錄音嘅功能咧可以進行回應。從而咧，我哋咧就可以做到說數嘅效果啦。接
接下來我哋就聽下其中一位同學嘅說數成果啊。首先我哋要計咗藍色正方形手工紙嘅邊長先，一張藍色正方形嘅手工紙嘅邊長係比一張綠色正方形嘅手工紙嘅邊長係長4 cm， 所以我哋要開括號8再加多4 3括號，而呢個呢，而正方形嘅特性呢，就係4條邊長度係相等嘅，所以呢，填色同埋答案係開括號8加4 3括號再乘多去開括號8加4 3括號，就係等於12乘12，即係等於144。微軟嘅創辦人比爾蓋茨曾經講過一番嘅說話，意思即係話技術其實只係一個工具，令到學生一齊合作同埋激勵佢哋學習，老師先係最重要。當我哋將人工智能加入去教學上面嘅時候，其實我哋騰出咗嘅空間同埋課時，更加希望係由老師去帶動，令到學生可以做到多思考、多討論、多分享，喺課堂上令到學生嘅知識更加增進。咁最後同大家重溫下成個混合式學習嘅框架點樣融合落去個課堂嗰度。咁我哋 KWLD 4個方向都係希望能夠配合到混合式學習嘅影片。咁呢度借用呢個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入邊啦，2024嘅版本入邊都有提過推行混合式學習嘅一啲要點嘅。整體我哋要規劃個課程，咁各位作為老師啦，或者學校嘅一個持份者都可以用一個宏觀嘅角度，全面咁去規劃課堂內外嘅學習活動。嗱，跟住就好重要啦，我哋要將自主學習，例如頭先提過嘅課前預習啦，可以係一啲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同課堂嘅探究活動有機咁結合。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工作坊主要會教大家點去製作呢啲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咁但係大家亦都唔好遺忘咗喺個課堂活動嗰度點樣做一個配合係好重要嘅。我哋老師嘅角色亦都有一個轉型，由傳統知識嘅傳授者轉型咗一個學習嘅促進者，鼓勵學生可以喺課堂度多採用一啲啟發、引導同埋回饋嘅教學模式。我哋都預留一啲空白，即係乜嘢呢？俾學生喺一個規劃嘅時候做得到留白，提供足夠嘅空間俾佢哋進行反思、整理同埋深化所學，咁佢哋嘅知識先至可以內化到。咁所以你會見其實混合式學習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創建課堂嘅空間。透過喺屋企佢透過睇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學咗一啲基本嘅知識，然後去到課堂透過應用、透過討論分享，令到老師喺當中係由一個直接嘅知識傳授變成一個調撥，可以去促進佢嘅學習。咁頭先講過啦，我哋其實都要喺課前做一啲評估嘅規劃啦，或者啲資料嘅運用。咁呢度大家都可以透過數字教育應用一啲 AI 工具去幫大家揾出學生嘅一啲弱項同埋你嘅教學需要。當你能夠掌握到呢啲嘅地方其實你去做呢個混合式學習嘅教學，無論係課前嘅短片定係喺課堂一啲嘅進深活動其實都會更加有效益。因為大家已經掌握到學生有啲乜嘢嘅弱項，咁所以喺片段入邊就可以集中你嘅教學目標啦，然後去到課堂啦，就可以透過進深活動去補足翻學生嘅教學需要，甚至釐清一啲佢哋嘅常犯錯誤。咁當你結合咗 KWLD 嘅混合式學習框架其實教學目標就會好清晰，亦都你可以喺當中揾出學生嘅知識、技能、態度3方面有啲乜嘢嘅弱項可以跟進嘅。然後就係透過應用數字教學，咁可以用一啲 AI 去生成圖片啦，甚至頭先講過啦，有圖片有聲音就可以結合成一個影片。咁無論係一啲 AI 嘅數字人啦、海報啦，甚至乎係一啲圖像化都係令到學生喺學習嘅時候會變得更加具象化，同埋亦都提升佢哋嘅學習興趣。喺 KWLD 入邊其實我想知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地方。呢個我係講緊學生，我哋透過學生嘅好奇心同埋求知欲，去喚醒佢哋對學習嘅興趣，用佢哋想知嘅嘢去開啟課堂。
咁當中我哋會見到呢，其實學生想知嘅嘢呢，有陣時可以係好天馬行空嘅，亦都有陣時當然老師亦都要做啲適當嘅選取啦。有陣時佢想知嘅嘢可能好難喺個課堂入邊去同佢哋講嘅，咁呢，只要揀選適當嘅嘢呢，其實亦都可以將嗰個學習回歸翻俾學生，令到呢個課堂呢唔係為咗老師教學而教，而係學生想學去做一個教授。而我學會呢，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俾學生呢透過一個留白，佢去做一個反思同埋整理翻佢所學嘅內容。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俾佢回歸翻自己所學啦，同埋呢佢可以知道自己識咗啲乜嘢。咁亦都係成個 KWLD 入邊呢一個好重要嘅一環。最尾啦，我哋話呢，學生嘅發現呢，最好就係能夠應用喺生活嘅情景，去做一啲延伸嘅探索。咁譬如當佢學識咗折線圖嘅時候，可以將呢個發現呢帶到去生活之中。咁學生呢可以留意一啲新聞都會出現折線圖啦，甚至乎將折線圖呢應用喺唔同嘅統計上面。咁令到呢佢可以真係將佢嘅所學應用到生活嗰度啦。咁呢度呢都舉一啲低年班嘅例子啊，例如呢，其實低年班呢好多時我哋會有啲度量嘅範疇啊。咁透過混合式嘅學習短片呢，學生係可以學到一啲好基本嘅度量方法啦，例如點樣去稱量一啲重量。咁但係呢，當學生呢，佢喺生活之中發現呢，有唔少嘅學生都會揾到一啲我哋想象唔到嘅嘢嘅，例如呢，佢哋可能呢喺屋企或者喺街市呢，見到啲好古老嘅量度工具啦，咁佢哋呢都透過一啲 Padlet 啊，或者啲唔同嘅工具呢，可以同老師同同學做一啲分享。咁甚至乎有同學會天馬行空地呢，佢可能係用一啲 Lego 呢去自己整咗一個嘅天平出嚟，咁呢做一啲量度。咁所以呢，我哋往往呢，有陣時一啲我哋都想象唔到學生嘅天馬行空呢，可以透過 KWLD D 嘅部分，佢將佢嘅所學應用到生活嘅情景，令到佢嘅學習呢唔係單單喺本書入邊，而係延伸出去生活上。咁成個成效同反思啦，透過 KWLD 呢，我哋好希望學生可以做到嘅投入同埋喜愛學習。咁喺唔同嘅問卷調查呢，我哋都會見到學生真係普遍呢認為課堂嘅設計可以推動到佢哋嘅學習，而最重要喺個課堂上呢，可以做更加高層次嘅互動啦同探究，令到學習嘅過程呢變得主動，學生自己去學，自己想學，培養佢嘅自主學習習慣。KWLD 嘅框架呢，係能夠有效咁去引導學生做一個預習。頭先講過。W 我想知 D 我發現嘅階段呢，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去點燃學生自主學習嘅花火。透過一啲嘅筆記摘錄，學生將佢嘅想學、佢嘅學會記錄出嚟，咁亦都幫助學生呢建立牢固嘅自主學習習慣。最終啦，我哋希望呢促進到一個高階思維嘅發展。混合式學習其實透過混合式嘅短片，我哋可以釋放到一啲寶貴嘅課堂時間，而喺課堂上透過混合式學習一個 KWLD 嘅框架，我哋可以帶領學生做討論、分析，甚至乎去評估呢啲嘅高層次思維活動呢，亦都係非常重要嘅。而最後啦，亦都要提醒各位老師啦，我哋會使用好多 AI 嘅軟件係去做頭先講嘅行政、教學，甚至乎評估。咁我哋都要小心呢，確保翻使用嘅時候呢，要保護翻學生同教職員嘅資料嘅安全。咁舉個例子，頭先講過啦，如果你想整一啲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呢，最好就避免直接使用學生嘅原相或者老師嘅原相啦。另外，亦都呢要用一啲合規範嘅保障嘅一份子啦，確保翻你嘅教育機構呢一啲資料係受保護嘅，而亦都呢需要去評估一個風險。咁唔同嘅教學平台佢有唔同嘅使用風險啦，最緊要呢就唔好生成咗一啲不當嘅內容或者一啲侵權嘅內容出嚟，咁保障翻學校嘅聲譽啦，唔好蒙上一個法律嘅責任啦。咁而如果你係學校嘅 IT 嘅老師啦，或者一啲管理員嘅角色呢，亦都可以做一啲監管嘅角色，咁確保呢同工使用嘅時候呢，能夠正確咁使用呢啲軟件。而往往有好多同工呢都會去思考一個問題，咁我用多咗人工智能係咪代表我偷懶呢？老師
家長甚至乎學校會點睇呢？其實呢度呢，透過混合式學習，我哋會見到的確時間嘅成本係減低咗嘅。以往一啲重複性嘅事務或者一啲我哋要花費好多時間，特別係講緊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呢，可能整一條片幾分鐘，但係花費嘅係幾個鐘頭嘅努力。咁而家呢，透過 AI， 大家會見到啦，語音合成唔使自己去錄。圖像可以用 AI 去生成，亦都有啲好簡單容易去使用嘅影片剪接工具。咁我哋將呢啲時間呢減散咗，留翻俾去用一啲高價值嘅教學活動，多啲同學生做互動，多啲同學生做分享。學用 AI 呢其實唔難，但係頭先講過，其實最重要係教學上點樣善用 AI。我哋透過 KWLD 混合式學習嘅框架，希望能夠提升到學生嘅學習動機，喺課堂度做到多元化、高互動，咁呢去令到唔同嘅學生都可以參與到課堂嘅活動，照顧到教學嘅差異。咁我哋都會見到，其實用 AI 生成課前嘅短片呢，係能夠清晰咁將課前學習嘅目標帶到俾學生。學生有一啲基本嘅掌握之後呢，喺課堂就會容易啲去學習。而混合式學習短片呢，其實係有助去跟進學習嘅差異。如果個學生佢唔係咁短時間可以理解到嘅，佢可以重複去觀看短片啦，甚至乎透過老師設定嘅問題呢，係去做一啲跟進嘅。而老師啦，亦都可以喺成個混合式學習嘅流程，使用 KWLD， 由學生嘅想知佢嘅已知出發，然後再擴展到佢嘅所學。最終喺生活之中咧，發現一啲嘅例子，咁將成個學習變得自主學習同埋生活化應用。然後講下一啲課堂應對嘅策略啦。老師咧可以預先去做一啲測試啦，同埋咧有啲備用嘅方案。咁喺個課前測試嘅設備，或者用一啲紙本嘅教材，咁咧可以確保個連貫性。亦都可以加入一啲即時支援嘅機制啊！咁譬如有啲能力比較高嘅學生，如果佢喺混合式學習嘅過程前期佢已經學識咗啦，佢可以咧做一啲小老師嘅角色，去協助佢嘅同學啦，培養一個合作同埋解難嘅方式，持續咁去回饋啦，同埋一個彈性嘅調整，根據翻呢個回饋嘅調整呢，將自己嘅教學步伐一步一步咁去優化。而最重要啦，我哋成日都話用 AI 其實好重要呢，係做到一個個別化嘅支援，咁呢可以幫到唔同能力嘅學生。今次呢，我哋嘅分享呢，其實好希望可以作為一個教師啦嘅角色，去同大家講下呢，使用 AI 嘅時候對同學嘅一啲啟發同埋正面嘅影響，令到學生呢可以喺 AI 嘅輔助之下做到自動自主嘅探索，去實現一啲個深度嘅學習，成為咧教學設計入邊嘅新核心。咁我哋亦都好希望咧，可以推動我哋嘅學生去自動主動咁去參與學習嘅過程之中，同同學高互動，並且思考咧點樣去使用人工智能，做到一啲個人化嘅即時回饋，支援咧唔同能力需要嘅學生成長。咁非常之感謝咧各位參與今次嘅課堂啊！好希望咧將來咧能夠喺唔同嘅地方見到大家製作嘅混合式學習短片，而同時間亦都可以將一個學習嘅框架套落去你嘅課堂嗰度，令到學生同你嘅互動更加高，學生咧有一個自主學習嘅精神。多謝各位。